姐姐， Hello， 你好啊，好啊，你可唔可以介紹自己啊？你叫咩名呢？明啊，你叫咩名我叫 Sariati， ？Sariati， 你今年幾多歲？我今年36歲， 36歲。你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，結咗婚，咁你有冇小朋友啊？我有2個小朋友，幾多歲啊？佢哋10歲同一個10歲，係另外一個呢？一個19歲， 19歲。係 OK，咁你喺香港做咗幾多年呢？ 2年，做咗2年。照顧咩人啊？照顧婆婆，婆婆。係婆婆幾多歲啊92歲， ？92歲。咁婆婆之外，除咗婆婆一個之外，仲有冇其他人一齊啊？仲有咩人喺度啊？屋企？先生係咪啊？先生弟弟同婆婆，先生太太同婆婆3個人係咪3個人， ？OK，婆婆行唔行到㗎？識唔識行㗎？健唔健康㗎？婆婆婆婆慢慢慢慢自己行到嘅。係咁去街呢？出街要唔要推輪椅啊？坐輪椅，坐輪椅嘅出街係咪啊係啊？你識推輪椅㗎啦我識㗎， ？OK，咁需唔需要同婆婆沖涼啊、換片啊嗰啲啊？係啊，婆婆要嘅，要換片、要換片沖涼，沖涼，係啊，仲有呢？要唔要餵佢食嘢啊？俾佢食，係啊，俾餵婆婆食嘢係咪係啊？OK，咁你同婆婆一間房嘅係啊，係咪啊？婆婆瞓下邊，婆婆下邊我上邊，你瞓上邊。係啊，咁你要唔要去街市買餸啊？買餸唔使買餸啊？唔使，太太買弟嘅弟買餸，係咪啊？咁煮飯呢？最笨邊個煮飯啊？你煮飯定係太太煮啊？我最笨，你負責煮飯嘅係啊，咁你識唔識煮餸啊？我識㗎，識㗎啦係咪啊？煲湯呢？我都識㗎，煲湯都識㗎啦係咪？OK，咁你而家幾時完約啊？你幾時 last visa 啊？幾多月啊6個月， ？6月。係啊， 6月10幾號啊？6月10幾號係咪啊？係就完約啦。係咁你想揾到新僱主就翻印尼放假係咪啊？係啊，放完假就翻嚟再開工係咪係？OK，咁你而家可以想照顧公公婆婆都冇問題嘅，冇問題，冇問題嘅，同婆婆同房都 OK 嘅係咪？ OK，可以嘅。可以， OK，好啦好啦，唔該晒。唔係喎，你仲有喺邊度做啊？之前未嚟香港之前咧喺邊度做啊？沙地阿拉伯係咪沙地阿拉伯做過啊？係照顧咩人啊？照顧照顧 BB， BB 啊？係初生 BB 係咪啊？照顧 BB 啱啱出世，啱啱出世嘅 BB，OK，咁仲喺新加坡做過，係係咪啊？新新加坡照顧咩人啊？照顧婆婆同公公，哦，新加坡就照顧公公同婆婆係咪？咁做咗2年完約㗎啦，都係咪？唔係健康啊 finish 健康我知道，健康婆婆同埋公公都係健康嘅，健康啊但係完咗約 finish contract 就翻咗去啦，係咪，finish 啊， ？OK，好啊好啊，唔該晒，拜拜。拜拜。